的是上灯仪式。接下来进行的係我哋嘅送燈嘅儀式，我哋有請到屏東學署同中畢嘅常務理事邱瑞明常務理事，同我哋嘅理事曾盛達理事，兩位喺以上呢，來為我哋新人帶來祝福，邀請我們的長輩請上台。来，由下面的新人呢，来面向上灯区。将来那个中批送灯，抢送灯，神灯神得平，富貴萬萬年，龍燈送寶寶，九子九等頭，龍燈送得平，子孫充中年。第六上面嘅詩呢，分別係甜燈、精彩以及四胎慶育，象徵家族四胎傳承興旺，要祝福新人呢早生貴子，送燈完畢。謝謝我們20個新人，啊，感謝我哋屏東學署同中畢嘅常務理事同我哋嘅理事，從容禮台以上請回座。再次謝謝我們的常務理事及我們的理事。